行。网络有真侪 YouTuber 哦，会教人伪装。来看印度有一个 YouTuber， 伊的美妆唔那只有印度人哦，嘛有真侪中东个东南亚的民众拢来教伊学伪装。伊特别针对较乌巴底皮肤设计伪装的技术哦，佮会教因讲安怎伫厝家己来做化妆品。那么做伙来看卖。甲专用台顶的光线，甲卡美拉镜头调好势，班纳基就要开始工作啊！今年34岁的班纳基，10年前因为对伪装真有兴趣，就想要做教人伪装的 YouTuber。拄开始的时，伊想要找其他 YouTuber 影片来做参考，却发现所有上出名的伪装 YouTuber 拢是白人。对参像伊这种咖啡色皮肤的印度女性来讲，若是对这个白人的 YouTuber 用因使用的化妆品画起来妆，色调根本就袂合。You don't use foundation to look like somebody else. You need to wear it to match your skin tone. 班纳基靠家己慢慢来研究，找出各种适合咖啡色皮肤的女性使用的化妆品。伫影片顶头教大家安怎配色，会当互咖啡色的皮肤看起来较水、较影白。想袂到伊的影片愈来愈受到欢迎，即马伫 YouTube 甲 Instagram 顶头加起来已经有差不多60万的订户。若是印度，连中东、东南亚一寡皮肤较深色的女性，嘛拢变做伊的 fans。对伊学伪装。 It's kind of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ness as well, watching someone that looks like you, that's using products like you. 虽然讲爱水是查某人的天性，但是伫印度，若是一个国际有名的化妆品品牌出的胭脂，以2000块卢布来算，就等于是一般家庭一礼拜生活费的一半，唔是人人拢负担袂起。所以今年同款34岁，已经是2个囡仔的妈妈的卡维塔，就伫社群媒体顶头教大家用真简单的化妆品，甚至是家己 DIY 做的化妆品来甲面画甲水当当。मैं ये चाहती हूँ अपनी ऑडियंस को ये दिखाना चाहती हूँ कि जितने बड़े बड़े ब्रांड्स हैं तो आप उनको ना लेकर आप अपने घर पर भी किचन में मिलने वाली चीज़ों से आप अपने बहुत ही चीप。卡维塔只是伫家己厝内客厅用上简单的手机啊来拍影片，但是因为内容真实用，即马有将近17万的订户。事实上，印度已经超过中国，成做全世界人口上侪的国家，所以未来印度女性伪装的市场会愈来愈大。这种咖啡色皮肤的美人，无伫较有一日嘛会当拍入去国际化妆品的主流市场。记者甘美恁编译。